奥斯卡金像奖进入最后倒数，一名棒球分析师用数学公式预测西语片《罗马》夺下最佳影片的呼声最高。就外语片而言，气势更胜当年的《卧虎藏龙》。国际影坛盛事，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即将在24日登场。位于好莱坞的杜比剧院 （Dolby Theater） 周边已经出现不少游客人潮，搭建中的红毯附近，纪念品店都有许多游客徘徊拍照。随着奥斯卡奖的脚步逼近，各家媒体的奖项预测纷纷出笼，而其中最特别的是一位来自职棒球队的数学分析师曹斯默 （Ben Sosmer）。曹斯默是美国名校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系的高材生，目前是美国职棒 MLB 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分析师，而他每年为好莱坞报道 （Hollywood Reporter） 撰写奥斯卡预测，去年21个奖里命中了20个奖。曹斯默指出，墨西哥导演艾方索·科朗 （Alfonso Cuarón） 执导的半自传电影《罗马》（Roma） 夺下最佳影片的几率是 32.6%， 这个数字已经创下纪录。在他历年来的预测当中，关于年度影片这项最高荣耀，从来没有一部外语电影有如此高的得奖几率。在曹莫斯的资料库里，外语片挑战最佳影片潜力最看好的仅有台湾导演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，获得 26.3% 的获奖几率。《卧虎藏龙》后来拿下2000年最佳外语片，最佳影片是由《神鬼战士》（Gladiator） 获得。他计算《神鬼战士》有 50.5% 获奖几率。曹斯默表示，他的预测与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排除了个人好恶或感受，完全是靠数学公式算出来。他的模型考量的是一部影片入围的种类、其他电影奖的得奖记录、预测市场等，并考量这些要素在历届以来的预测效力。根据曹斯默的预测，罗马最有可能拿下最佳影片，艾方索·科朗有 65% 的机会拿下最佳导演，雷米·马利克 （Rami Malek） 有 74.2% 的机会能拿下影帝，葛伦·克罗斯 （Glenn Close） 有 65.2% 能拿下影后。但他也强调，这些都只是数字上的百分比，没有人可以打包票，尤其历年来黑马窜出的例子屡见不鲜。中央社